交通部的铁道局办理铁路高架化计划，其中加基水上农地去放征收做工程用地。不过农民感觉讲征收的这个价数伤过低，今早起去到铁道局真情抗议，要求地价就要重新估价。Q 部调牙牌啊，家己县水上乡初溪农地农民，结合在是伫北回规线太阳馆头前，抗议交通部铁路局用歹价征收因的土地，希望会当评估价数。啊，阮农民的阵地互你收去啊，拢无啊，价钱搁再加。他们说，如果不同意的话，他们要那个强制征收，这是有道理吗？好像是在威胁我们这些小农民。不管是业主，你是买主，为什么价数是恁开的？无来交阮业主贪偿。接下农民的定情，铁道局代表讲，今年3月31甲4月29，两场说明会只有讲工程甲征收范围，拢无讲到征收的价数。农民希望提悬价数，也是评估的诉求，铁道局会过来讨论评估。诉求了落啊，伊爱搁定评估，估价书搁定来，搁定用，莫讲因讲偌济，强制执行来征收这是不行的。他们诉求我们会带回去再研拟看有没有机会啦。自救会农民讲，当初讲的价数一平上少有2万外块，哪会知影最近价数评估的金额变做一平16000左右？因强调这土地拢是大人传落来的，这款价数因无法度接受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